真侪外送員咧送單啊，咧找路攏是靠手機啊頂頭的地圖，但是這位先生呢，伊到龍井大肚山的時陣，照地圖煞總來帶你這個荒郊野外，而且伊奧多擺所卡佇個石頭仔內底，免怎呢？好佳在手機啊的地圖走精，但是 GPS 信號是抑個有的，警方真特別的報案，趕緊的來得救出來。好，這邊靠，再來。外送員騎奧多擺掉佇個石頭路，真體兩人唔敢出力吹油門，就驚會衝出去。不過石頭路實在是傷歹行，原來愛員警來倒剎。好的，好，小心。員警到後座手環警調，那引導騎士吹油門，拿出力地剎車，開10分鐘總算把機車剎去平的道路。你騎到警車的地方，我慢慢走。騎士調佇咧石頭路的地點，佇咧台中龍井的大肚山區。21歲電信外送員接單為台中北區送餐到龍井的大肚山區，騎得要20公里，敢若是手機啊導航信號，互帶去細條路。我攏佇迄個無出路遐，啊人攏會入去問，我就講這裡沒有路啊。大肚山區4區連燈攏是無阿埔，加上真濟細條路，若無注意就會找無路。今年3月嘛，捌發生有外送員送餐後導航帶唔到路，調直要1點鐘找無出口。答案系統雖然便利，但在山區或偏遠農路，常因信號不佳、圖資未更新而發生偏差。呼籲用路人前往不熟悉路段時，應事先查明路況。加在警方透過社群軟體送即時的定位，將緊就找到起訴，結束這場外送的賣行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